这里一把刀啊，我们是在新疆，这里的每一把刀都跟我们人的身份证一样，还有个二维码。没有二维码的刀，公安机关全部通通收走啊！这个刀呢，还要固定一根钢丝绳，然后这个都是套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的啊，防止你拿刀出去行凶。看见没有？每一把刀上面的编码都刻得清清楚楚。而且每家每户啊，不管你是什么刀，包括剪刀，你到市场上是买不到的，只有在指定的地方买，全部固定在一根钢丝套在固定的地方的。这是公安机关亲自来套的。